普亚岛边里面有3宝哦。中广爱考你哦。哦，第4宝有什么地吗？对，中把票，就是看到我就饱了。摸熊会学东西。多久没运动了？3个小时。赵先红冲改虚这有伸懒腰一下，就那3秒钟。他们俩都算是时尚达人哦。你们拼嘎一下来的呀，跳那么什么？自拍，好看。你要有职业道德哎。这动将。哇！同情票。但是我发现你走2种的新刀呢，怎么改？这很特别的造型。俄罗斯方块，是不是那3块切错了？共同拍哦，还有师傅挺熊来哎，有人家了，这是那个，不要吵了。这是总盘的呀。来吃肉有含滴滴的。刚一些啊，可能是阿北本身的问题。你们没有人吃过它生的时候，它是不是生的时候就会按缸的呀？一点毒哦，摸2个肉鲫鱼哈便宜，他们卖的都是鳕鱼，有鳕鱼，有个青鱼，有青鱼，有鳕鱼。你不是自助餐店吧？你其实是蓝鹰大酒店吧？就是它天然哦，那个鸡姐。对。等一下你剁完帮我打一下背哈。你确定？大力一点的哈。你选一个有洞洞的要来捞哦。那个就很紧张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刚才还马上拿分机诶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參與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莊百強。今日當歡喜呢，你來到新竹嘅新埔倆島邊嘅，我來請料理牛人哦。係啊，來到新埔我曾經當飯氣哦，因為那個海陸腔哦有這個用武之地的。係啊，真嘅呢，要特別講海陸嘅較多哈。好，唔怕，馬上先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顏玉涵師傅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今好，大家翻到係李志亮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阿亮哥好。好，馬上呢來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亞利亞做風吹潛水站呢係表姊妹哦，分享到兩個第3季老水勇記，歡迎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咧咱隨兩片哦，咪係來自新埔嘅好朋友哦，佢哋係表姊妹，我度趙蘭俊咯林業我。歡迎。歡迎。今天呢？一路長紅哎！哎呦，你看這個鬼神的酒風，你看，哎呀，風吹是種風色，開紅盤啦，就差染一個水風色給挑那麼。這個就不要了，這就不要了。好，請問一下兩位姐姐哦，都新埔嘅蔡天然啊哈？嘿，蔡天然。請教一下多條到邊有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料的冇？雲山鋪頭啊，嗬，規家人攏做得來爬喺山，當個就該看得到嘅高鐵啦，嗬。一個灣誒。唔可以當過啦，嚇，差唔多400公尺左右添。雲山鋪頭係冇？哇！我發現到那島邊都有當站的鋪頭誒，你多久沒運動了？3個小時。趙先紅衝改虛這有伸懶腰一下，就那3秒鐘。好啦，其實新埔就在步道之外，還有那麼一家景點而推薦大家係嘛？新埔漢巷有隻兩江，怎麼個講到兩江啊？我漢巷啊，同名是地漢巷是欠水冇水咩？好。還愛貴啲原因啊，做咩就是啲一隻江吼，來設施吼，西山竹盤吼，跳板嘅時節非常的鬧熱，大家做咩來啲開水，和啲啊大家水是用清風片咧，和啲啊是變成一張生態園區，嘿，順頭有哦來行聊聊，和做啲食咖啡，希望大家有閒可以來參觀。哇，東海嘅跳板嘅我可能冇買個熟食嘅我我知道吼，是有就對個新埔嘅路街做啲戲，繼續哦聊下吼改變動作劇係吼，動作嘅景點哦做啲推薦大家到聊呢個時節做行聊聊。我唔知睇次間你安排來見到新埔嘅時節，記得我來行聊啊！唔過你馬上就嚟進行天意館嘅挑戰咯。料理紅玉蛋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知會觸到某界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混吞沒。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某界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好，
搞一个料理风流店哦，最近总係覺得唔抵講抵對嘛嘅，而且呢，我們主持人沒完全唔抵哦。請下資料師傅我公布一下，叫乜嘢菜色嘛嘅？今日要做菜係怪時鴨。怪喜啊！我覺得應該是換紫蘇啦，邊切點菜、芹菜之類的。如果他是換鴨子的話，就是太沒創意了。好啊，李榮作為派出馬上來。啊，馮志勇派崔永記直接單挑了，這樣。好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！我覺得太好了，崔永記，你要感應一下，哪一隻地圖會正口的色彩？就一路紅吧。真的好，一路紅。鍵盤使用阿姐打開來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！已經係阿芬呢。我拿走了，我拿走了。紅隊抽到紅色，很棒哎，對，好感人。我不該把分享的心機那麼重的，好險。好了，該行業我阿姐講，希望先搶先哈。剛開始搶先。好，唐公今年還有一家非常的地獄食材，希望你們抽到，好嗎？我們希望志榮抽到啊。你好嗎？中葡台式你好嗎？你自己感覺一下。好，數到3毛，1、2、3。哦，跳舞外國仔咯，很好啊。呀，給出位跳舞哦。你皮看，我不喜歡臭豆腐。有球嗎？哦，有，還最好臭豆腐。係啊，你一下吞一隻蛋落嚟。好啦，1、2、3。哦，今年有冇冇天陽食材啊？對呀，這個很有肉，這懂沾掉哎。所以今年你要再煎一煎就好，紫蘇不用放了。他什麼？他是海龍王哎，這他管的。三大食材全係非常和平的。和平。好，阿牛會發太極角度先後色彩哦，馬上就來聽好體育館嘅挑戰。好，今日呢個組都已經出好色彩，風吹朋友，你哋準備好嘅嗬？有信心嗎？有，耶，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籃球的影片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已經按台上哦。加油咯！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一個開始哦，比較起來，抽豆腐算係真嘅下困難呢。哎，真的耶！因為佢每時下衝。可是你可以做一個東西，哎，黑豆腐卡的法會把那個紙怪洗切到幼幼哎，豆腐切到細細有沒有？然後告牛用它炒。哦，就是這有點像麻婆豆腐啊，那個肉燥這樣。做在煎魚下定下。對，可以，因為我覺得一堆鬼太堆會不會不入味？也有一種是砂鍋，裡面挖洞。塞進去哦，然後再吃掉東西。哎，對哦，因為它是臭豆腐。係啊，他們開始已經切了。歡迎讓我做。已經切了，來不及。我發現看幾條鴨肉嘅，已經鴨肉嘅食材用慢做嘞。哇，兩位姐姐。就我們現在，我先跟你們介紹他們的來歷，了不起，他們倆都算是時尚達人哦。哎呦，時尚。他是美容美髮工會的副理事長。哎呦，秘書長。哎，你們評價一下我哋跳那麼嘅什麼？自拍，好看。你要有職業道德哎。在當將。哇，放心呢。這是昧着你的良心的。咩？簡直咧，顏色配到當好看哦。同情票，同情票。哦，我會阿姐咧。慧珍姐哦，給到8公司當櫃姐哦。哦。對。這麼該貴耶。不要跟他講，他等下會跟你凹折扣。但是這個紫蘇鴨豆大用慢走啊，薑、韓國大蒜、蔥先爆香，然後再放紫蘇，然後再放鴨肉，然後再燜。哦，你發現哦，製作單位讓你自己嘅鴨肉有切過咧，等下還會切做其他嘅新刀嗎？按杜河睇啦，主要係叫魚頭，還有地春骨頭。對，你喺這度嘅農會常常喺裡面用嘅，有冇一堆醬嘅，各位切到一片一片。切一堆，對，一堆。這是像白斬雞一樣，白斬鴨這樣。平常時豆腐卡有煮菜嗎？有啊，最搶手嘅菜係乜嘅？最搶手嘅菜哦。全部是，哎呦，不到全部都是，我看見幾多好些，是好些。真的，人家覺得一家之主的盡心呐。哦，真的。好，我們過去，好，我先煮哈。哦，秋梅出來咧，阿姐，你家下秋到臭豆腐嘅訊息係嘛？好香好濃的臭豆腐，幸運嘞。但是我發現你要做2種嘅新刀呢，怎麼解？一係特別嘅造型，俄羅斯方塊。是不是那3塊切錯了？
边边。来姐姐嘿，厨师级的。哎呦，来自己讲一下，什么都印度嘅跳舞係嘛嘅？講到派啊，還有師傅挺上嚟。你韓國跳舞嘛㗎？不要吵了。這是總盤的呀。來知道有滴滴的。剛意思啊，可能係阿北本身問題。你們沒有人吃過他生的時候，他說生的時候就會按剛的呀。來姐姐嘿，廚師級的。哎呦，來自己講一下，什麼都印度嘅跳舞係嘛嘅？四川川嘅跳家樣。哇，聽懂哎。哦，我最愛吃自助餐了哎。佢今晚嘅菜全部做。我一定會點什麼，你知道嗎？乜嘅？荷包蛋加醬油。最簡單嘅東西，其實最難做。對，荷包蛋煎得好的懂色哎。係啊，個底部讀嘅亂風很重啲熟劈。對，不能全熟的。今年有冇硬河啊？來報名參加？有你的機會，當仁不讓呀！真的，順便幫自助餐打廣告一下。係嘛？假使就讓吼，該獎金來拍哦，要放高高的這樣子。真的。你們就是為什麼會想說切成像這樣？有這種破狗，有這種要調骨幹呢？每個上講去搶煙類似按用百葉用啊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好唔好？好。等一下過到這來。好，按腳就可以是翕嘅。係，對。我家有壁到冇？有動向。真嘅，大概考你哦，應該係壁嘅細節係肉先落去，也係皮先落去。肉落皮強唔強下落去？強下落去。用油脂就皮啊。香嘅。係啊，香落去啊。哦。嚟。哎呦，好香哦！梗係水還是油啊？有油也有水。你紅肉有剪過冇？有啊。它有落挑油冇？慢，然後我落。哦。哦，係咁哦。所以國家嘅做法真係冇強用啦哦。啊，先平頭就上天平張。叫媽咪有別過嘛？嗬。有別過。這道菜都在，它要考驗的是哪一個環節啊？主要看羊肉，哪個細粒冇強硬，啲羊肉當容易硬。係。做咩做調教嘅啊？調教會硬嘅啊？看煮嘅方式，老煮嘅叫冇乜關係。哦，真的哦，這樣子。就是啊，你師傅你講，大家就有考驗下看下，肉質係沒有軟啊？你猜到人家什麼品牌了嗎？品牌係賣手錶係嗎？錯，來第二個。哦，你暗示我。哎呦 ，Q 嗨啊！哦，啱好哦，運動嘅派啦。唔買它，唔買佢哈。唔買佢，跟住來甜牙，食牙東莞嘅。哦。哎，那個舉牌呢？舉牌呢？先送分了吧。講到派了，還有師傅挺上來。就，等下，就外用。你點會沒有人看到啊？你韓國跳舞嘛㗎？不要吵了。這是總盤的呀。那晚就看你們嘍。初試蹦蹦哎。因為先誰來呀？誰買？蹦哎，誰買好嘞？哦。你要幫我們確保有沒有軟哦。如果硬的就這怎麼是？讓它是味道，是味道，是木頭，讓它提味道。還有軟硬哈。味頭。好。用下阿姐已經做得去60秒哦。做得講一下哦，跟梅先用辦。蹦18桶，你不要浪費我時間。唔係，已經時間挺多咧。但是還要燜一下，對沒？對，等一下啦。本嘅怪些梅是哈哈啊。那請問一下，你有煮牛雜唔會硬？其實可以抓一點粉，太白粉水。哦。沒有做，那沒關係，我們就用。哎呦。啊，因為它的剪的時候哈，會皮咯，整個擦。等一下可以勾一點太白粉水。記得是一點點哦，不然會變蚵仔煎哦。哦，好。因為客家人是有用這條。來。好，那我們就先過去。看一下冷水咯。好。給他們一點太白粉哦。太白粉。哇，冷水嘅派都未卡定咧。卡定咧。來，一起講，向下講。初試蹦蹦哎。好，你要先拿沙。帥哥。舉兩個。他在選你的時候數都會準呢。對，我看不準。你怎麼剛好選到臭豆腐啊？好，要開始了是不是？還沒，我先開火，不要開火也算呢。好，記住搶回事。你建議下記得還要倒油對嗎？該怪事啊。唔係你做嘅。拍片做得。做得嘛。做得。你看頭油就開始先落去咯。那跳油先炒俾香嘛。太不容易。所以這個步驟很重要。先炒俾雙色。當然不用水落去，必起厲害。
米酒没有的嘛，吼。比咸盐米，搁再调米吼，胡椒粉一系列做。你哋普介嘅臭豆腐嘅色幕是冻酱嘅，不过喊佢調酒嘅色幕噶。一些些鹽咗，有一個臭豆腐。哦。你們以前臭豆腐所以不能太鹹啊？唔係，佢臭豆腐佢本身要發酵過嘅東西，佢為咗要較酸一些些。啊，一些些鹽落去，會比日頭以為鹹會中和，啊就等於吸一下，等下就浪費這麼快。3，謝謝。2，1。第一次這麼快。等一下，你剛剛是浪費了我5秒嗎？會啊。那個會啊。應該提前被看到，這種抖熟快訊，然後他就讓位了。會下來。都算係進步誒。我正經去講一下，個臭豆腐。吃下面試下盲試哦。它會吸汁，其實酸凍好嘅食材嘅。誒，所以安尼嘟嘟哦，早睡又唔會跳蚤。不過改下雞毛吃個梅頭，一兩三下，還是要自己試一下。要自己試一下。好，你來倒數哦。好，現場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那鐵管地圖用怪習變化料理，哪組較針對哦？馬上呢就來品嘗看那優雅嘅怪習變化出來料理，先來試下風水正統嘅怪習啊！好，大家一起來品嘗。好，看一下究竟肉質哦，要軟也係硬。要先聞聞看下香味哦。好像哦，有香哦。哦，還有啲辣辣咯，係要用辣椒嘅哈。其實我覺得很棒哎，那就當公啊多是都有皮甘用嘅素菜當 Q。大家要知道吃鴨肉其實它要塞一些嚼勁，這就是像我哋都傳統塞嗰種米頭。米頭係做得啦，唔過肉啊嗬，愛吃到就係硬啲啲啦。硬一些啊，可能係阿伯本身嘅問題。香爐阿伯，阿伯唔好啊，買香爐阿伯。係呀，你們沒有人吃過它生的時候，它是不是生的時候就會硬硬的呀？他可能一直在重訓，對啊，肌肉還硬掉，沒就可能，因為記得第6種怎麼辦呢？紫蘇嘅香又出，安啲嘢嘅紅燒嘅嘅梅頭又出來呀。梅頭當香，係，只不過嘅暗肉可能要自加一下一下，係，自加下撈一些的是100分呢。哦，當香，哦，紫蘇鴨的那個味道我就做出來，香香辣辣。大家哈熱天摸住個臭豆腐口味啊，對不對？好，臭到底來。哎呦，小米都凍好誒，還有。家下阿姐要講到都係人嘅食材，因為咬落嘅時陣機會爆汁哦。我覺得豬頭腐用怪習哦，真給黑廚料理，我自己在臭豆腐店有吃過。鴨牛粥其實是非常好的，加又有薄豆，就那個薄豆有 keep 熟到米頭啊。我提一排是紫蘇臭豆腐，好食，好食哈。其實做安樣嘅，還有進步嘅空間。唔敢講非常好，但是凍好。80分就得啦，我裡面真的會爆汁哎，你們有吃到嗎？有哦，噴出來嗰種嘅感覺哦。香人講阿姐解下哦，亦未見起哦，解怪些入哦，冇切到凍油。所以我覺得佢貴片喺用磅定嘅臭豆腐上面凍好食。不過兩沙師嘅想法到底係用乜咧？我看一下咯。冇錯，接下來呢就看一下評審先生用嘅評分咯。先來請一下阿牛涵師傅搶分數。好耶！唔怕，你下看一下阿兩個搶分數。哇，搶手！好，牛涵師傅搶公平。紅炊同藍炊嗬，嘅米頭攏做啦幾好，唔過紅炊嗬硬要老了一點，唔過嘅米頭又出來，幾好。啊藍炊呢，嘢臭豆腐嗬皮薄嘅，唔過嘅米頭嗬又入去，也是很好吃。你睇做唔啲怪藝啲啊，那度嘅書姐是撲撲嚟啊！好啦，行擺住做真係會做啲改善下哦。阿兩個嘅想法咧？先講風水入邊哈，本日的一些建議啦。一般人都冇會看到暗肉，但是冇用炒嘅，燉當叫嘅。做乜呢？就像人家講嘅樣，暗肉本身就較硬，冇唔錯，因為佢本身有隻肉蛋白，因為佢肉蛋白嘅組織比雞肉、老豬肉較多，所以佢必須要用一些鹽。
钠离子去破坏家个蛋白质，伊就用盐老米酒去来去打过以后，家个肉就会变软。我自动软化，跟住一系列偏离分就快炒类一天时间去夾，一關時間。唔做唔得，定住到炒太長咁樣，炒久嘅就老脫咧，冇咗一攞到軟，冇咗快炒，夾炒嘅定多熟，所以呢就會鹹，看唔硬硬。好，也係係本人建議，但是我的米是做得十分好。啊，鴉片藍水呢，我做有些打傷嘅地方就係睇豆腐口感冇咁好香泡啦。我做炸香球炸到有些泡泡，嗰個再來就係怪事，切較油啲位，我較多一些嚟嘅嘛。我落去炒可能我較有面試啊，但是我因為整體鴉片表現有較好些，所以我就選擇冷萃，謝謝。大家有好多冇啱樣嘅處理方式啦，不過係用先烤一下鴉片粒粉，也係講先烤一下鹽、糯米酒哦，這都是食撇步，大家記起來咯。不過稍後來看一下，阿志良師傅今日出到一個肉質嘅，老頂怪是個用嚟料理。一個肉質的啊，其實當好食。今天你要涼拌走？今日我做一些較簡單的變化啦。較簡單的變化。而且你是海龍王，剛才又變成化學小老師，食品科學博士。我要剪，要比剪到擦，比香香啊溜溜頭有吃一下呢。所以是貴將魚兒落去剪，都是那邊全部切的，按你切有嘛？剪那個種的界面我較大，所以我主要比當香。糟香香，安尼摸杯，切比切，但是我較冇剪，所以我油我較多一些，我講有調色比較少，但較唔會鹽香下。啊，摸切做得冇？摸切。畫刀切好。摸切較冇按紅鹽米啦，冇咗入表面上愛畫變鹽米啊你。哦，先俾滷一下。抓醃哦。鹽米寫咗冇搶到哈。米酒老鹽，這跟剛才阿牛同樣的處理方式了。有啊，本身有一些鹽給煎起來，會較冇同樣的口感。又是鈉離子了是嗎？要了鈉離子冇關係，因為海鮮蛋白跟鈉離子沒辦法融合。真的懂。要肉蛋白才可以。那你知道鈉的原子序是幾個嗎？原子序哦。你知冇？咁係都法學嘅。按叫我拖個人排隊。你知道納美人是誰嗎？納美人我不知道，虞美人我知道。好笑哎！一點毒哦，摸兩個肉鯽魚它偏遠，他們賣的都是鱈魚。有鱈魚，有個青魚，有青魚，有鱈魚。你不是自助餐店吧？你其實是藍鷹大酒店吧？啊，幸福呀，島邊沒有3寶哦。香港愛考你哦。第4寶有什麼地嗎？對，中法票，就是看到我就飽了。摸熊會學東西，真的懂熊哎。先想得獎感言了，這一關你們比較好表現，對不對？上一關什麼紫蘇鴨，簡直就是限制了他們的能力，一點都不輸鴨。真贏。不要老樣5慢慢不要老一樣。好。要真係不要老一剪哈，都冇同嘅，就等於。你發現應該係抓煙嘅須節冇抓粉呢？冇嘢唔是抓粉呢，直接剪。剪比香了就會。就這種剪魚嘅須節會抓一點粉吧？很會黏啵，很會黏啵。肉質唔似啊，鱈魚人味啊，鱈魚啊，鱈魚人味啦。鱈魚剪開咗變一些些粉呢，放一些冇叫我綿綿。又跳油誒！咱去啊，這個意思係講哦，去點毒哦，摸兩個肉鯽魚它偏遠，他們賣的都是鱈魚，係嗎？有鱈魚，有個青魚，有青魚，有鱈魚。你不是自助餐店吧？你其實是藍鷹大酒店吧？應該做摸杯擦，底杯多嗦，但唔好剪到硬硬。蒜頭係切薄片哦。多謝哈。哦，很香哦！哎，用看起來是凍擦擦的，又香咧，又香咧，當香。那煎魚就聽我用紅豆油哦。係啊，買全豆。因為硬佢冇帶皮嘛，出隻蛋肉你剪咧，反正油係唔辣吧，叫佢黏。哦。大家看一下，蒜頭係切片，啊，我姜媽係切絲。鮭魚做得嘛？鮭魚做得啦。加紫蘇誒。其實怪事老企業就同樣百搭啦。只可能表現的方式有表現啲咧。怪事我切油嘅啊。我切油嘅較有味係嘛？所以像嗰下咱雖然用太片咧，較好摸
冇容易入味啦吼。较无按过入味啦，啊切安尼幼幼的有嘛，切长丝幼幼的铁好看，天然较无入味，已经切米丝出来。一路切人才咁样，我切过嘅米丝当会出来。回头就咪出来啊！因为你要先装起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要整件被一些负责混就好色的。系啊，一下冇清澈，但係我再剪較細少少。假使家下係你手到手豆腐哦，也係鴨樣吼，因為用辦做啊。咁樣嚟做啊？應該不用抓煙或什麼吧？對不對？臭豆腐不用抓煙，但是我會建議，它係煨一些些的鹽熟的。因為臭豆腐有一些冇乜一些鹹淡的用啊，再一炒會較好食。煎過嘅嗰鹹都會都淡過。那個黃豆的香氣會更明顯。係啊。這個也用赤椒用嘅魚油來煸哦。用魚油比較酸頭哈。要把它偷到像蒜酥係嗎？金黃色哈。哦，用咪較好看啊！睇下家下用蒜頭嘅時節，全冇上到吼。唔但像是煸香甜甜，還做啲煸蒜。係啊。要來要強勢煸到伊溜俾煎一下。可是像我自己吼做怪西料理，我自己覺得最好吃就是做怪西炒牛。绞肉，然後都油味，天天煸落蒜頭，那最好吃。就應該係講像麻婆豆腐那種，就是像是火嘅绞肉這樣子，一烘一烘咁煸。要溫度就當高哈，就要比熟比早來聽嘅。師傅應該係煸姜媽嘅時節油冇咁多哈。一下都唔是油嘅，一下就係一些頭油哈，頭油先起比香來。米酒。所以家下風水先加水哦，可能嘅頭油嘅香味冇賣出來吼。多一些些糖哈，一魚肉，因為本身啊，當我油，當我麵嘅，所以我冇得煸湯到水嘅，就一些些咧，比米絲較均勻啲咧。對，香港我哋鴨肉係咪老湯到水嘅？會嘛？哇！哦，對。現在是要做那不會了。魚乾嗎？沒有，你看那下去。不要用怪西來遮掩哦。假使你要係嘅串燙法，你要事情運用慢走一片好。我剛才就可以多留一條，還年年有餘的。哎呀，這個沒有什麼問題，你看沒有什麼問題，好吧？不要想太多。在餐廳裡面，這時候就會開始做醬了。辣椒唔是點？辣椒最後。等一下，我們如果說有焦香味，可以嗎？可以啊，為什麼你們兩個要這樣恭敬啊？因為你剛剛對他們兩個也很殘忍。真的嗎？好。真的。為什麼我們肉太硬？你的肉才硬呢。人在江湖飄，哪有不挨刀啊？呢個本身冇配種色冇啦。係啊。怪西做出來本來就會五色咧。有誒。那這位就會披色。你蒜片芒落去嘅。蒜片青條關。哦，其實用點落去，係動好看啊。觀眾朋友做啲轉起波卡試看吼，你做出嚟什麼油嘛冇強用嘛。其實有嘅時間整件事情要把握。係啦，俾大家看。今日怪西音樂節。那你們出貨先咯。馬上就品嘗看呐，師傅做嘅當做魚排哦，用切的，來睇下試試看呐。來。以後整件鋪都當熟當。各位按牛塞落去啊，哈，都很前面，用師傅那破爛的，整件很用切的，又把它發揮到極致，這樣。係啊，食狗肉係哦，真經會感覺師傅就係師傅誒，真的是海龍王。查之外哦，該怪嘅是個味是哦，嘟好。非常的香，以後學可現在就一點點少，就點湯汁淋上去為好。
哎，也是哎，有一点酱汁比较好。哎，怎么有火药味？参赛者跟评审之间有一些不用。因为你刚没给他们分数。哦，那看一下咱做第一片吼，对师傅的评价形容版。你要搭配你牛筋吼冻住好，师傅冻为煮的冻好些。那家下是个用嘅时就还是得到一点点的香味。牙个乖丝哈，有切的比较细致，你不觉得吃完之后，椰米托哈会从我们的舌尖，然后口腔再散发出来。不是刚好师傅有讲到，怪些切开有的米丝会卡散出来，我想这就是做马会有层次有个回荡的感觉。好了，第二一关哦，用怪是变化料理已经结束了。刚刚条件一毕业，马上就要进行最杯谜一关的挑战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日日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人家講呢，各隻天空啊都有起來特色，比方講東北有三寶啊，新埔呀島邊沒有三寶哦，而且係客家三寶。嘿，你要考一下愛係嗎？對啊。好，來，三寶就哪一道嘞？大字我都幫你寫好。哦，板挑，哎，我的視線有在看是不是？一瓢水染蔥，香港嘅口音哦。哦。第四寶有什麼地嗎？对，中把票，就是看到我就飽了。冇想會學東西。好啦，所以基本嘅菜式撈嘅三寶就上冠。冇錯，而且呢，第二個哦，睇起來一定各位料理嘅就係板條，題目呢就係很多亞布卡嘅板條按樣式，即係每下風吹哦帶來嘅菜苗都乜嘅。什錦板條。哦，布卡地圖。全部撈起係冇有嘛故事嘛？因為新埔的板條凍入名，去店裡吃的話會凍因為冰。對，不卡煮好嘅，又好食，又健康又衛生。而且呢，不卡地圖周圍哦，一聽係懂澎湃，我已經遠遠看到那個食材了。哎呦！好，那像剛才風吹挑戰者，你哋有信心嗎？有，拼出業績一樣的。OK， 對，拼出週年慶的業績。冇問題。不過咱出嚟一片哦，冇嘛強用吼。等下帶來個板條嘅菜名按到。福煙魚嘅湯板條。哦，福煙魚，所以寫的訓題會下熱。漂白人呐哈，後冇啲下要埋薑母鴨嘛計哈。漂白人不是係豬牛剁水按到豬牛水，所以今年嘅板條嘅話哈，你是用豬牛水嘅方式去做，漂白係做本老人家學，阿你係做本貴不開台水式。哇，所以等下就咧學到下傳統嘅美食啊喲，好期待哦！最尾一關哦，兩沙等下強下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那咩當期泰的是還蔡天穎煮出來板條料理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這樣可是。哇，大家會學哦。其實我剛才心裡面就默默想說，黑公有一個煮湯呢，就較好，端正呢。哎呀，你自己喜歡吃湯板條還是乾？那其他好學照哎。我也喜歡吃乾的。那我們就單板條啊，就只訪問這邊嘍。對啊，湯可以借我們配一下。湯的有不同的特色，都要喝它的高湯的味道。對，本台跟冇強龍嘅做法啦，好，可以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水染蔥係嗎？對啦，哦，我們給玉涵姐看一下。有看過嗎？有看過，不過顏色冇相同。哎，你看過嘅什麼係？灰灰的，然後還有粉紅色。粉紅色。粉紅色沒有。放整數。對，有點，但是再重一點，因為它會放那個食用色素，或者是放紅糟。紅曲啊，紅糟。那樣嘅水煙蟲，自己會做麼？唔會做誒，可以時常買。買得到，而且其實水煙腸很重要，是要配它的醬料。對，有。那你有帶嗎？有。我們想講吼，板條炒板條是炒板條，怎麼解不加水染蔥啊？等下是啲誒。對呀。結合在地特色。而且拿不卡就按永生啦。哦。你質疑人家家裡吃什麼做什麼呢？也是。給黑馬改。哦，這個是我們的秘密武器。哎呦，秘密武器。切咖標嘅係嗎？切咖標嘅。來小改一下。我跟你說，我剛剛拿多兩啊，就批到米頭哎。因為看起來蛋醬嚟油蔥哦，也有一種什錦的感覺，動細耶。一路豬油啦，吼，豬油去標嘅呢。豬油標嘅。還有嘛個？
哈比黑么？对，哈密韩国那真的东雄哎，东雄真的，先想得奖感言了，得奖感言。真的，这一关你们比较好表现，对不对？上一关什么紫苏鸭，简直就是限制了他们的能力，一点都不输鸭。真的。啊，慧珊姐，你都俩冠哈，有没有什么战术？战术啊？哎呀。我拢看最容啊，呀，佢当袂住啊，哦，嘿，佢是住我当我食，家下你看住啲。啊，昨天老太家讲下，你这个什锦哦，今日又带来嘛个？有猪肉、韩国菠菜、红萝卜，应该很少看到有人家国菜呢。我讲佢会食食吗？唔會啦，唔會。然後個菜給誰它就是鐵質，而且那要吃營養，葉綠素又比青菜高。我爸爸都是這樣鼓勵我侄子說，你知道為什麼普派是普派嗎？因為你就會吃菠菜，長肌肉，對，多吃菠菜。好，先不給你皮了解下。等一下給我多多來哦。好，謝謝。哇，各位觀眾朋友。哇，這個是什麼？水煮蛋嗎？你阿媽嘅小開一下。水波蛋，黑白英講嘅卵爆。就是它天然哦，那個雞節。對。哇！等一下你剁完，幫我打一下背哈。你確定？大力一點的哈。你選一個有洞洞的要來撈哦。他那邊有就很緊張啊！不要這樣子啦。現在還是馬上大蹦迪耶。水煮蛋嗎？你阿媽嘅小開一下。水波蛋，黑白英講嘅卵爆。水波蛋，我只能說哈，前一關就限制了兩組大廚啊。對啊，真的，這個時候才是他們大顯身手的時刻呢。真的。所以你有放醋嗎？我沒有放，我不用弟弟的染品呢。你這個水波蛋嘅底部都係亂風，係為做熟嘅也係摸熟嘅。唔是挺熟的，哎呀熟的嘞，那裡面怎麼會有海星啊？刻花，因為搞不開啊，用色啊。哦，那個款呢都有今日準備個寫出來動豆哈，眼光阿姐。很澎湃哦。我在老台個小改一下，我們這個也可以改叫什錦了吧？日本 any 新婦嘅食頭是有頭鴨韭菜啊，吼，跟香蔥頭田啊，any 一間有食的嘛。any 平時係適合澎湃的，有豬肉哈，還有變貢仁啊、香菇啊。你阿媽個？貢仁醬。自家做嘅，唔係啦，時蔥嘛，不過用了吼，就空頭凍甜哦，當好食咯。哦，你係貢仁，一個白嘅豬油哦，好讚哦！填了香蔥頭加凍香哦。真件當真嘅，一個客家咩嘢啊？魔鬼睇家解下皮都要香梅安葱啊！哈，香哦，係啊。可是為什麼周都按帶你一下？是有煮給特別的對象吃嗎？平常是按樣煮。阿福看因有平常時有照顧老人家嗎？因為應該看一皮嘅料哈，全部係很容易入口誒，會動難咬啊。對啊，像博謙戴着牙套，英國家不是抽哦，你家表演直接吞，包括這個海星的部分。那通告費要多一點哦。那我們是不是月娥姐會展現一下剁豬肉嘅剁工呢？哇，那個。來，你知道很多刀療法也是這樣。嘿啊，我還以為你說就叫天然哦，那個雞節。對。你有兩記豆兒強下剁哦，那種帥氣感要不要？哦。咚咚咚咚嚓。等一下你剁完幫我打一下背哈。你確定？大力一點的哈。啊，怎麼可以剁到安油啊？頭擺冇咁多東西好食啦，你啊老人家下巴剁到豬肉水杯都補氣啊，剁到啊沖到水落去嗰陣時，凍煙肉凍補誒。這叫食材係從小水落去就好誒。係啊，對啊，對啊。就會鬆軟嗎？對啊，對啊，對，因為剁到油油咧啊。還沒就這個像個越南嗰種啊。我沒有吃過誒。就是越南妹就牛肉片，然後沖熱水落去，其實有點類似。一樣的那種。可是豬肉我沒有聽過。對啊，豬肉好少誒。頭擺嗌爸爸媽媽沖條，嗌媽媽沖條嘛，該剁個豬肉水飯啊，好食。哦。對，好想看哦。等一下，你兩稍微沖落去嘅時間很愛都過來，我們先過去看好不好？先搞一款家風水。等下高多進來哦。好。哇！哦，來看條前這位。這個步驟很重要。這個已經有香了。對啊。你都用過安台爐哦。這個演習也一定要加油夠多。嗯。
演习也很棒哦。系啊，等下炒起来下甜嘛，等下嘅什么咪冻好看。安尼就猪肉冇先剁过，又切一细切好咧。日就素呢係媽媽教我嘅樣樣。係從細看媽媽煮啊。係吼。你也是煮本身音樂。安尼就不卡嘅板條出嚟用炒嘅，會走痛嗎？會，相信也會哦，也會。跟落去嘅，有香冇？當然哦，有沒有？真的哦，有冇聞到？嘿哦，有。用落去嘅世界是凍香咧，用炒鍋很好香。再放一點點油。變成似安陽不卡半條不用嚟煮。我都係咩空裝安樣嘅。客家麵啊。半條。我半條落去咯。半條不聽到嗎？應該唔會。應該唔會，因為他們家生3個，他平常量大概這個的10倍吧。還好啦。哇，真太棒了！你看兩套菜哈，又牛又板條又嗆菜。你看澎湃都包嘅都找唔到哎。係啊。太厲害了。好，那我們等下差唔多誒。好。咱就來煮湯咯。好。來，阿姐。嘿。家下咩講肉落去嘅時節，沖水嘅時節，喺嗌到過來。哦。我實唔記得你啦，唔記得跳個表落去。你是不想讓大家看到秘密哈？對呀，怕大家都知道了。讓你們店的生意會受影響哦。可是有一個問題，安陽沒有婆哎。你煮東西其實難免會啊，所以要撈起來。等一下我們就會開始撈。對，給血啦哈。你選一個有洞洞的要來撈哦。因為那個在那邊就很緊張啦，不要這樣子啦。你剛才馬上拿畚箕耶。可是太子安陽，有冇聽講冇有先滷過安陽嘅冇？唔怕咧，因為可能我唔係主角啊，主要係他煲嘅個湯啊。一條嘅每條肉啊哈，依個係個小里脊肉啊哈，最軟啊，所以佢煮啊都是好啊。你像做嘢嘅人啊哈。你煮嘅煮，你必須嚟講，咪係用啲小里脊煮啊。半條可以來最杯麵咗咯。哦，用到半度哦。佢用桶嘅啦，佢用小桶。因為先放落去煮一下嘛。有煮過嘅。有煮過嘅。煮過嘅，一看就知有煮過。哇，好厲害哦！我從下去。今日鳳蟲條到哪啊？在這裡。我等下搞到蛋糕。所以根本嘅豬肉哦，又多多揪揪嘅，每就豬肉片，還有拱然，有3種誒。哇，很澎湃哦。係啊，佢講啊，該不卡地位煮哈，地位最高是都在選豬肉片。那就是大姐本人啦。對呀。那我就吃絞肉好了。那你吃海星啊？啊，那是風沖條哦。好。好啦。差不多會好嘅啦。哦，差不多誒，來，現場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看下你最背面一關，雅布卡嘅半條按用式，到底哪一組較好食咯？哇！講到半條啊，就是客家東經典的料理哦，先對風吹式早味來試看呐。好，來。還有這個水煙腸哦。哎呀，唔單場有半條，還有吼杏布泥薄水棧蔥。很香哦。這水棧蔥真緊要加醬誒。哦，我們的板條炒到10分的香，又加當 Q 啊，又加煸香又煸到。必須兩頭水做得按到新浦 QQ 誒。因為板條凍 Q，但水棧蔥沒凍 Q，真的好吃，而且我會想要續盤誒。好吃哦，很好吃。油蔥凍蔥油，cái香味完全又出來哦。平常去山啊，兩百冇係是嗆菜、紅蘿蔔啊，營養啊。當然有，而且新埔嘅板條真緊 Q，新埔客家人嘅口味夠味。係啊，今下咪要食到水棧蔥嘛，吼。有，嘿。哦，真嘅意好哦。不過吼，食睇個造詣後，愛食看有煮湯嘅哦，有牛肉嘅肉片啊，還有肉膻嘅冇強種哦。哦，cái湯條哦，凍甜嘅。真嘅，你加油蔥啊，吼，那加幾鮮蔥當煸嘅，古時候真嘅凍香。我覺得它真的比較清淡，它是很清爽的，是那種半條黏米啊呢。湯頭馬凍特別。不管你談人成人水攏做得。最天然的方式去煮，啊，你按人莫是按油啊哈，按熟的啊，至少你熟家都要莫求腐，哎，好做你按样，你要看的吃法。我們的水波蛋是很特別的，
迄摆龙眼甲鸭翅含满好嘿，所以按卵按因煮啊，含用龙眼甲合蹦偏血。系啊，所以其实你阿头出吼，唔但像就和谐婷婷哦，跟后辈嘅精心哦，对龙眼嘅嗰種照顧嘅愛心哦，咪係當重要。看一下等下兩位師傅用樣板來評分哦。正經緊張了，前輩一畢業，馬上想請你嘅邱師傅搶本分數。轉過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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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過來。好，轉過來，姊妹一份，看一下阿亮哥搶本分數。耶！好對，好，邱師傅搶公平。愛先講南吹。南吹哈，椰湯頭很清爽，讓我印象最深刻。椰用嘅咬下去吼，椰湯汁都有散發出來。啊，唔過吼，客家菜嘅味道吼，香味真重要。客家料理最重要嘅就是鹹香肥。唔過下面客家料理是減油減鹹，唔過不減香，所以嘅香味吼做的。層次還少了一點點，差失敗。那紅水呢？加面包板的時候吼，啲香味又出來，也個又加分個度的啦。好，等下問下阿亮哥。兩片攏有拿去甲要卡的米絲帶出來，要麼攏做的是粉紅。規早客家米絲香頭個口感，人個做風吹又較養面一些咧，所以我係選擇風吹安尼。所以其實兩片真然對我來講都難評分，攏當有特色。家下講到梅事啦，因為記得本來是做嘅時台已經是會學啦，所以可能下探唔到啦。你們還沒到年紀啦。啊，咋個等一下？好啦，呢就係今日嘅比賽咯，兩組都係實力相當，唔過3號嚟馬上就係頒獎咧。好啦，今日比賽結果已經出來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先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恭喜！大家來看一下藍翠今日得到嘅禮物，凍河了，按照瑞士一體成型不鏽鋼刀具組，貴族送本你2張。謝謝。好，現在堂課那馮翠哦，今日呢老婦開料理得出來得到評審的呀的選上哦，所以我們老太太分享一下要不要參加心得？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活動，那能夠來這邊炒板條，然後推廣我們新埔的板條，新埔台這個，謝謝。第3季要不要參加心得？俾老太太講一下。感謝今本嘅人吼來參加啲家族組嘅活動啊，吼，啊我們東歡喜今本嘅要得獎，新埔台家。記得個 Q 還有上來便宜啲喎，那個最重要嘅。哦，來看一下咱翠梨阿片吼，咱這阿姐哦，其實今年沒動強呢，真的有什麼心得？今年東歡喜來參加呢啲美食嘅節目，對啲下吼，其實也學習當到，呢啲嘅老師啊當好，呢啲主持人啊吼，又當醬又當煙刀，而且來到啲東歡喜當自在。哇，應該下該比哈，假設下早帶我講出來吼，今天這個成績完全不一樣。好啦，好，咁樣講阿姐吼，今日來到呢個節目有冇感想冇？咩？新埔一家製作嘅節目，新埔台一家，恭喜嗰兩隻姐姐。哦，假設很有機會而來嘛。哦喲，東河高，希望台一家強下來報名，向親大家來報名。哇，東河，恭喜恭喜！哦，今日兩組呢，真嘅我都老新埔一特別嘅菜啲特色呢抖出來嘅。其實老不管呢樣嘅做，最主要係講老娘不看面頭就做出來，不看人好食，就係最讚的嘅哦。係啊，你阿新嘅節目正經東河看吼，非常嘅刺激高手過招，反正手就推翻嘅咬硬朋友，日日來報名參加哦。呢度有條四撇步啊，睇前面做記好了，能把你來挑戰世界就走得更上一層樓嘍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